大家好，我係紫微斗數師余言。喺2026年馬年呢，有一個生肖咧喜氣洋洋喎，就係屬兔嘅你啦。你喺馬年呢，有一粒咧代表咗喜事嘅天喜星喎，又有一粒咧代表咗咧福氣嘅福星啊，真係可喜可賀噶。單身嘅咧就有望脫單啦，想生仔女嘅咧亦都有望成真噶。打工嘅咧升職有望，但係要注意啊嚇，閒時咧就莫說人非啦。容易咧，因為咁樣咧惹上麻煩噶，亦都要小心咧揀選你嘅對象，因為咧今年咧你係有正緣啦，但係同時都有爛桃花噶噃。健康方面咧就要提防血光之災啦，容易咧有一啲嘅病痛啦纏繞住你啦，例如係關節痛啊、腰痛啊、頭痛呢啲咁樣。咁我建議你咧就正月過咗之後咧就去捐血或者係去洗牙，都可以幫助你咧去化解一下你嘅血光之災噶。歡迎訂閱預言說命運，下次再傾啦，拜拜。